笑多啲可以趕走抑鬱，笑多幾笑得唔得啊？今晚活得健康嗎？透視情緒病。笑，開心地笑，極度興奮地笑。喂，你兩個做咩啊？鍾司令，我哋喺度練緊笑啊！因為之前有一個國際嘅調查話，香港人咧係最唔識得笑嘅人。咁啊，笑又可以抗壓噶嘛，所以而家就練習下咯。見到你哋又唔識笑啦，真係。點解啊？笑要發自內心噶嘛，要學笑首先要放鬆心情啊嘛。誒，睇下片，我話俾你聽點做。哦。有人話笑多啲可以對抗抑鬱，想笑得好似佢哋咁開懷，一齊做呢種要笑住做嘅瑜伽。呢種標榜笑嘅另類瑜伽，由一個印度醫生發明，既唔係傳統嘅瑜伽，亦都唔係就咁傻更更笑就得。佢係一種結合咗瑜伽式呼吸、想像力同埋大笑嘅運動，通過各種招式，為身體同埋腦部提供更多氧氣之餘，據講仲可以喺短時間內令腦部釋出一種叫安多酚嘅物質，令人心情愉快添。咁樣笑住做瑜伽，抑鬱症真係可以遠離我。好啦，咁啊，阿純，你同我問下現場啲健康粉絲咧，佢哋有冇試過咁樣嘅情況？哇，咁開心！問下呢位靚姐姐先，有冇聽過咁樣笑法嘅？咁即係自己有冇試過屋企話做過啊？咁樣我冇做過，咁你覺得點咧？覺得幾開心咯。咁我哋兩位嘉賓咧，你哋有冇試過咁樣笑咧？成日嘅，你唔係未聽過啊，嘉琪？其實你係太多添。佢係始作俑者嚟嘅。好，今日咧就有兩個導師咧上嚟教我哋做呢一個運動嘅，歡迎！唔該曬兩位。係，我哋咧先嚟一招咧叫做箭士射箭式。好，請大家咧就將你嘅右手舉起，拎住一支弓、一支箭啊！好，左手咧就拉住一支箭拉弓，拉住箭向住遠方射去。試過停唔到。喂，唔係，我就係心諗，即係如果俾我咁樣射中咗個人，我就下一個就係獅子敲。好，我哋咧就好似獅子咁威猛，舉我哋嘅雙爪，瞪住對方，1、2、3。大家舉起雙手，瞪大隻眼，伸出條脷。兩位導師搞咩啊？你哋頭先，你可唔可以解釋一下頭先嗰啲咩獅哮啊？其實呢個笑嘅運動咧，其實係可以幫助到我哋成個嗰個心肺功能啊！呢笑嘅時候其實可以鍛鍊到呢樣嘢，同埋咧你笑多啲嘅時候，自然你成個人嘅身心都可以放鬆。咁其實呢個運動係咪真係可以幫到大家去治療呢個抑鬱症嘅咧？相信治療抑鬱症就難嘅，但係咧佢有幾個作用嘅。第一咧就係你笑嘅時候，或者配合埋啲瑜伽咧，你可以放鬆自己，可以減壓，呢個肯定嘅。第二咧就佢有一定嘅運動量嘅，就可以當佢大半個大嘅運動咁你哋睇啦。如果你日都做半個鐘嘅話咧，咁換言之嗰個運動本身就可以減少患上抑鬱嘅風險。第三樣嘢咧就係你喺度玩嘅時候，通常就唔會一個人匿埋房度笑噶嘛，有單朋友噶嘛，咁所以你多咗個社交網絡，你亦都係可以預防抑鬱嘅。2、3、4，拜拜，休息3、4，拜拜，休息。